请问达人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达人。达人啊！来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朴树朴。哎呦，啥啦讲到达人哦，真多嘛。我伪装真熬，哦蔡总书我就是达人，达人对不？啊，我是修理车真熬，我嘛是达人啊。是是熬的拢互讲达人。啊，若是你台语来讲，就是讲朴树。咱若讲到朴树，是不是上熬的就是朴树嘛？对。啊，若搁加一个朴起哩，哦，更加厉害。是更较厉害，老师的老师起哩啊啦。啊，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呢，简单，都是 pro 的。为什么？达人就是英语的 PRO。哦 ，pro。我感觉朴树朴这个名词，敢若是较我读册迄边的。哦。若是阮修理车啊，若是开车啥物，阮拢讲 pro 较济。朴树朴一个 bug 啦，啊，今日哦，今日你若是拄着一个达人的达人的达人，啊，你要安怎讲？朴树朴朴朴朴，我达人啊，朴朴朴，还是要朴到什么时阵？其实这两种讲法拢有人讲啦，吼。好，迄个这个你看朴树，伊是伫一个领域足安那足学问的人嘛，啊，这朴树朴是安那比朴树更较朴呢？哦，所以表示安那伊真专业。这两个算出来结果，这pro的是40.4%，啊，咱的朴树朴有59.6%。